过年家家户户拢会搭春仔，伫咧中华就有剪纸的老师开课，甲民众会当动手做家己加出吉祥的春仔。另外，嘛有少年辈剪纸艺术家设计出充满台湾文化的元素，代表吉祥圆满的圆形蛇年春仔。希望伫咧新的一年，大家拢会当平安如意。一张纸无两三个功夫，就加出一个水阁实用的窗仔花。新正年头，家家户户拢会搭春仔，讨一个好吉兆。剪纸老师王正文，逐年拢会设计过年的剪纸春仔，嘛开课教民众家己动手做，加出代表新年好彩头的春仔。这个时代，大家较无法度接受到这个窗仔花吼，互囡仔来体验看卖这个家的这个咩家，去了解这个物件安尼。即摆印刷哦，你要什么题材嘛有法度，加出家己家的平安，家己家的春钱，食的爱呢欢喜，有温度，有成就感。亲像这张春仔内底有“春”这个字，加上铜钱的图样，斗做伙就是有春钱的意思。除了传统年节时啊代表吉祥的春仔，也有少年辈的剪纸艺术家，逐年设计无共新秀的剪纸春仔，有工做圆形的蛇，代表一切圆满，嘛有加入台湾原住民的元素。伊有迄阿美族迄八角形，代表一个足好的力量，甲部队守护。阁有这也是原住民台湾族的百步蛇，因祖先的代表大概是3种啊，就是有例如较古锥的啦，原住民的文化会使放伫内底啊，就是要甲大家介绍台湾的这种传统的文化，阁有家纸内底有足侪祝福的意义伫内底，陪大家过新年。春仔代表大家人对新年的祝福甲期待，艺术家透过剪纸的设计，甲传统的春仔加入新出头，用创意加出喜气佮吉祥的春仔，加添过年过节的气氛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